摕资2800多万，台南都会公园特色游具场，伫台南市长王伟摕、立委王定宇等议员贵宾的寄护之下，正式动土。第一项，开地平安。文化局指出，为着满足亲子的需求，文化局特别透过儿童工作坊以及专家学者甲团体收集意见了后，来规划这座特色游具场。整个游历设施其实很重要，是跟整个环境要有一个适当的融合比如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游戏，但是其实你一直在晒太阳，这也不行。因为现在游戏设施其实很需要让参与者探索嘛所以其实我们有滑道，然后有攀爬的各种不同的这样子的一种设施的规划。市长王伟摕表示，台南都会公园到达已经18栋，是到了改制的时阵，因此这次特别结合基美博物馆的馆藏甲艺术文化概念，融入到公园的游具以及造型内底，并另外设置广播系统来放音乐，让囡仔一边耍一边听。我相信将来这样新的共融式公园落成之后，一定能够跟周边的奇美博物馆能够互相融合，也能够成为一个地景的一部分，而且不会有违和感。那我相信这个部分是我们热切期待的。文化局表示，这座台南都会公园特色游具场，预计伫今年12月底进前，伫完成游戏设施安全认证了后，来开放使用。到时台南阁加了一座特色公园。台南新闻杨爽怀采访报道。